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伫民国76年首次办理天上圣庙祭典仪式示范观摩会，成效好评。了后每一档便伫安坐大典期间举办祭仪致敬，已经成为传统。今年的祭仪伫悠扬祥和国乐建造声中，由圣母庙主委王晶莹主祭，担事会议长郭信良以及各方献达，依循古礼向妈祖上香献礼。行三跪九叩首大礼，祭仪庄严隆重。天上圣母祭仪大典，主献官正统龙里门圣母庙主任委员王金莹。今仔是农历的11月7日啊，是阮龙里门圣母庙第3次重建，第3次建41周年啊，入伙安坐。因为阮今仔日啊。阮今年是来用暗时来举办这个平安福宴，感谢十方善心大德，大家当来参加这个活动安尼。正统罗里门圣母庙除了提供信众新年依托以外，现在嘛雕像、休闲、文化、观光、慈善、旅游等5大面向来推广。主委王晶莹欢迎全国民众好朋友。做伙来圣母庙拜拜求平安，以及观光旅游。阮罗里门圣母庙下朝慈善、观光、休闲、文化美术5大方向来发展。即卖疫情因为政府来开放，而且大家虽然开放嘛，呼吁大家啊，来当注意这个安全，保护家己自身的安全较重要安尼。因为阮罗里门圣母庙人工你甲基台，阮会朝要看即卖庙景。含好高啊，或者大家 LED 的光影、水影祥和的音乐，你也看大家人工的街头艺人表演，含这个四季来迄边大家因为阮有种100几丛的黄花凤梨木，2边也有100几丛的花旗木。罗里门圣母庙啊，伫台湾一位足重要的观光胜地安尼。伫这以后。庙方也特别设开600度，宴请全国各地数千名有奖交卖境代表，互相联络感情，为这次活动留下美好回忆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